各位聽眾，大家好。蟹足腫係一種異常增生嘅疤痕組織，因應唔同嘅病況以及患者嘅需求，可以選擇唔同嘅治療方法。根據臨床經驗，早期蟹足腫一般只係需要採用類固醇注射就可以有效控制。對於比較嚴重嘅蟹足腫個案就通常會採用冷凍治療或者手術切除嚟治理。唔少患者都為應該揀冷凍定切除而苦惱。到底蟹足腫切除同埋冷凍治療有咩分別呢？患者又應該點樣選擇呢？首先，我哋嚟了解下蟹足腫冷凍治療。病灶內冷凍治療嘅原理係利用攝氏負196度嘅液態氮產生極低溫環境，從而破壞蟹足腫內嘅細胞。完成冷凍治療之後，患者會經歷一個疤痕紅腫嘅階段，歷時大約幾個星期至1個月。過程中傷口會有血水或者液體流出，患者需要每日定時清洗傷口。呢個階段完結之後患者就可以覆診，再接受第二階段嘅治療，一般包括類固醇注射、除疤貼等，從而進一步穩定病情。而蟹足腫手術切除就係將蟹足腫視作皮膚腫瘤一樣，將佢徹底清除。由於蟹足腫容易復發，進行蟹足腫切除手術之後醫生會用特別嘅方法縫合傷口，以減少張力。時間會比長過一般外科小手術。術後，醫生通常會建議患者接受蟹足腫放射治療，從而減低復發風險。咁究竟點樣選擇蟹足腫治療方法呢？每位患者嘅蟹足腫位置、病情自身狀況都好唔同好難一概而論對於部分個案醫生可能會建議某種最適合患者嘅治療方案，而有一啲個案可能有多過一種合適嘅治療方案。呢個時候患者就可以根據自身情況作出抉擇。假設冷凍同切除兩種方法都合適，患者可以參考以下兩個考慮因素。第一係術後護理同康復期。蟹足腫手術切除嘅術後護理比較簡便，康復期亦都比較短。而冷凍治療嘅康復期會比較長，患者會經歷紅腫及需要處理傷口分泌物嘅過程，相對上會對日常生活造成較多不便。其次係願唔願意接受放射治療。醫學研究顯示，蟹足腫切除手術配合放射治療，可以令蟹足腫嘅復發率大大降至低於1成，否則單靠手術切除，復發率可以高達7成至9成。所以接受蟹足腫切除手術嘅患者係咪願意喺術後同時接受放射治療，係重要嘅考慮因素。如果唔願意，咁可能冷凍治療會係比較合適嘅治療方案。至於術後外觀方面呢個係好多患者都非常重視嘅。事實上，無論選擇邊種方法，最終嘅外觀效果都係因人而異，好難一概而論。例如切除手術之後，疤痕會唔會因為張力而變闊？冷凍治療後，皮膚色素嘅減少程度有幾多？又或者患者喺治療後會唔會復發？因為如果復發都需要再跟進做治療，呢啲都會直接影響最終嘅外觀。所以我哋喺考慮治療方案嘅時候，會非常注重兩點。第一係治療嘅有效性，即係減少復發。第二就係外觀效果。如果想外觀效果好一定要盡早接受治療，同時要選擇適合自己患處同體質嘅治療方法。總括嚟講，要選擇適合嘅蟹足腫治療方法，必須先充分了解自己嘅病情，以及唔同治療方法嘅程序、康復期、護理方法等，再同醫生商討最適合自己嘅方法。無論選擇邊一種治療方法，謹記遵循醫生嘅建議，定期復診跟進，先可以有效預防復發。